立冬你準備好未？記得補腎補陽氣。雖然天氣仲未太凍，但傳統24節氣入邊，11月就踏入冬天。立冬就係冬天第一個節氣。中醫師古海倫話，立冬之後氣溫逐漸下降，人體嘅陽氣容易流失，最嚴重係腎氣。成日捱夜同過分操勞，甚至房事太多嘅人都容易傷腎。入冬要補腎補陽氣，首要記住唔好通頂。夜晚做運動嘅強度要降低，輕輕出汗就好停。平日吸收陽氣都好緊要，最簡單就係多啲曬太陽。脾胃保健都好緊要㗎。過咗立冬，生冷食物要戒得就戒。好多人會間中飲涼茶解熱氣，但冬天飲得太多涼茶，隨時熱底變寒底，個人會更加怕凍。冬天要補腎補氣血，烏雞、人參、冬蟲夏草都係唔錯嘅選擇。燉肉湯嘅時候加幾片陳皮都有幫助，或者用10粒枸杞子加埋6粒龍眼肉，同10至15克黑茶葉，將材料倒入500毫升熱水，焗3分鐘就可以飲。每日1至2杯就唔怕冬天做事有心無力啦。